歡迎翻去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可能咧，你成日都聽阿聲講做長線投資會令到你長線投資績效變得更加好，但係咧，你又可能會未必知道到底點樣咧先可以真正做好呢件事。所以今日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咧，點樣做好長線投資必備嘅左側交易，令到你長線咧可以得到非常之可觀嘅利潤。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阿聲。咁首先呢，第一樣嘢就係咧，我哋要明白咧，其實我哋如果做長線投資嘅話，同一啲追趨勢或者短線交易嘅人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在於佢哋會確認咗個市場或者話嗰隻股票向上咧，先再買入，然之後升更多嘅時候咧，就加更多嘅倉；跌嘅話咧，去到某一個停損嘅位置咧，咁就買晒啲股票。咁但係咧，對我哋嚟講咧，價值投資、長線投資嘅人嚟講咧，其實咧你係會喺咧市場跌緊啦或者轉折之前咧，就已經提前入去佈局嘅。換言之嘅嘢就係咧，可能你會發覺咧，中間你要經歷個痛苦係會比咧趨勢交易嘅人大好多。因為個原因就係你唔會話買完之後即刻升，而且咧有非常之多嘅時間咧，就係因為一間公司被錯殺，即係個意思就係你會明白佢基本面非常之好，佢價值高過而家嘅現價，咁但係因為市場對佢冇期望，資金對佢冇熱情咧，所以令到佢短期咧個走勢非常之弱，遠遠低過咧佢合理嘅價值以下，所以咧先會俾到一個機會俾你咧去進行一個左側交易嘅進場。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點解咧？你會發現其實好少咧 KOL 係會做價值投資或者長線投資嘅，因為個原因就係當呢個世界大部分都係聚焦緊係點樣喺短期講緊一兩日或者一兩個星期之內賺好多嘅話呢，咁一啲需要極大嘅耐心去佈局嘅嘢呢，就會顯得非常之荒謬，即係大家會覺得點解要等咁耐呢？點解我唔短線賺咁多錢呢？咁當然呢一個其實係有幾個好重要嘅原因呢，係可以細講嘅。咁分別呢，就係你可以投入嘅資金量啦，你可以拎到嘅回報量啦，同埋呢你成功嘅概率。咁講嘅係咩意思呢？就係講緊如果你單純係依據技術面交易嘅話呢，其實你好難可以將你大部分嘅資本投入落去，你唔會夠膽將兩三成身家放落去嘅。第二呢，就係呢，因為你做嘅交易係一個短線嘅交易，咁所以就算有一啲極少數情況你可以賺一兩倍都好呢，其實絕大多數你都係唔會得到非常之可觀嘅升幅，甚至乎呢，其實喺你輸嗰4-5成嘅時間入面呢，你係會帳面上可能因為虧損幾%而要止損嘅。咁而第三呢，就係因為呢，你根據技術面交易，可能你做得比較好嘅呢，就6成7成勝率。咁但係如果你根據價值做交易嘅話呢，就算個等待時間比較長都好呢，最後贏到嘅機會呢，都係講緊去到9成以上嘅。咁所以呢個呢，就係點解呢？我認為呢，其實左側交易或者話一啲長線投資呢，係對大多數人嚟講呢，最好嘅一個投資方法。咁講咗咁多之後呢，可能你都會諗呢，咁到底呢，要點樣先可以真正咁做好呢一件事啦？咁其實你話要做好呢件事呢，最重要嗰幾樣嘢呢，就係包括第一就係一個資金管理，第二就係根據你對嗰間公司嘅認識係咪足夠深入呢，先決定係咪要佈局，而第三呢，就係要確保到呢，自己有一個能力可以完全唔受市場任何嘅雜訊所影響。咁逐點再講下啦。咁首先第一點就係資金管理嘅問題啦。咁資金管理呢，其實分幾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你如果真係要選擇去投資嘅話呢，咁你要確保到呢，你投入落去嘅資金3年之內唔會用到，而且呢，佢唔會話因為一啲短期嘅3成波動呢，就令到你心理上覺得好唔舒服。咁呢個十分之重要。而第二就係呢，就算你見到一間公司呢係被錯殺嘅，即係好明顯佢本身基本價值值100，然之後而家市價70都好呢，你都冇必要喺70蚊嘅時候直接 all in，因為個原因就係呢，普遍被錯殺嘅公司呢，都係會再被錯殺多一段非常之唔短嘅時間呢，你先會見到佢反轉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當你覺得佢平就直接 all in 嘅話呢，咁你有機會 all in 嗰筆錢呢，就會喺未來呢再次遭遇一個腰斬呢，令到你覺得呢，其實左側交易呢件事係失敗嘅。咁呢個係非常之唔好。咁所以如果你話你真係要做呢件事嘅話，咁你必須要確保自己可以分批交易，可能講緊就係第一批你覺得平嘅時候入4成，想要投入去嘅資金，然之後呢再跌嘅時候再補3成，再跌嘅時候又再補埋剩翻嗰3成。咁當然呢個嘅前設就係講緊間公司嘅基本面係冇變，甚至乎不斷變好呢，你先要加倉。咁反之，如果你話你見到呢係你落完第一注之後，佢出咗下一季嘅財報反映間公司將會變成垃圾嘅話呢，咁你係絕對唔應該因為佢再跌而加倉，你係應該清倉嘅。咁呢一個恩監會再講多少少嘅。咁而有關資金管理呢度，其實第三部分呢，就係有關你個報酬風險比。咁呢一樣嘢其實可能對一啲呢技術交易嘅人嚟講非常之重要。咁但係你話對一個價值投資人或者話對左側交易嚟講呢，其實相對上就冇咁重要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呢，其實你買得嘅話呢，普遍嚟講你都知道你俾個價錢係遠遠低過間公司未來創造到嘅價值，就係講緊你已經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安全邊際呢，可以令到你呢唔需要擔心話未來有機會再跌多8成9成嘅，
非常之難嘅。普遍嚟講，你入得場，你知道佢抵嘅時候呢，你都會覺得個報酬風險比係遠遠高過2呢，你先會參與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呢，相對你唔使咁擔心嘅位。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擔心嘅話呢，咁可能你都會諗就係最起碼你要知道佢未來價值修復嘅時候，佢嘅股價機會去到呢而家呢個水準嘅1.5倍以上呢，你先再考慮入場。咁否則嘅話，如果你話向上嘅修復空間得10至20%，咁但係向下嘅機會再跌多30%嘅話呢，咁其實就冇乜意思嘅。咁講完資金管理嘅部分呢，下一個部分呢就係有關對公司理解嘅一個問題啦。咁呢個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係好多人點解做咗質交易佢會發覺自己失敗嘅原因，就唔係因為呢件事錯誤，而係因為呢，其實大部分人呢，佢只係因為建基於一個認知而去做咗質交易，就係佢發覺呢間公司喺以前嘅最高點回落咗6-7成呢，於是乎佢覺得好抵，第時收復反彈就會賺到非常之多錢。咁但係呢個係完全錯誤嘅。如果你真係想做好呢件事，想做好長線投資嘅話呢，其實最基本嘅一樣嘢就係你必須要明白你買嗰間公司呢，到底存唔存在一個長線成長嘅價值。如果你發覺你今日俾100蚊買呢一間公司，喺佢有心執笠之前佢都賺唔翻呢100蚊嘅現金流嘅話呢，其實你係完全冇必要買嘅。咁只有一啲你明白你而家俾100蚊，你第時20年佢會收翻300蚊、500蚊甚至乎1000蚊嗰啲公司呢，你先值得呢係逢低買入，然之後喺市場錯殺嘅時候呢持續加倉嘅。咁所以呢個亦都翻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如果你要做左側交易嘅話，你必須要明白呢間公司嘅基本面係咪非常之穩健啦，講緊佢嘅營收係咪好穩定啦，需求係咪穩定啦，有冇足夠嘅品牌護城河啦，會唔會因為技術發展而被淘汰啦，自由現金流係咪好健康啦，通通呢一啲呢其實都係一啲非常之重要嘅思考點嚟嘅。咁如果你話你希望知道有啲咩屬於優質傳統股或者一啲相對估值合理嘅公司嘅話呢，咁你都要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禮拜日都會分享自己對市場嘅觀點啦、分析啦、受低估嘅機會啦，同埋而家自己嘅一啲觀點。咁我認為呢都可以令到你長線投資嘅績效變得更加好嘅。咁如果你發覺間公司其實所有嘢都過到關，然之後基本面非常之好，但係市場係咁壓低佢嘅話呢，咁你就可以安心咁去做一啲左側嘅交易，分批投入，然之後期望呢係長線得到一個非常之可觀嘅回報。咁而呢個過程上面呢，亦都會去到啱啱阿 Sam 講嘅第3點，就係有關你點樣無視雜訊嘅呢個問題。咁個原因就係呢，你會發覺呢，例如近期咁可能有啲關於戰爭嘅變化啦、油價嘅變化啦，或者話上年咁關稅嘅變化都好呢，其實都會令到成個股票市場呢，無論估值高與低都好呢，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波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你想做呢一件事嘅話呢，你必須要呢令到自己嘅心態永遠係同價值捆綁埋一齊，即係講緊嘅就係你只需要用價值去判斷到底一筆投資係好定係壞，你唔需要理到底個油價變化係點，你唔需要理個宏觀經濟嘅變化係點，唔係話嗰啲嘢冇用。咁但係講緊如果你本身已經用緊個超值嘅價錢去買一間好嘅公司嘅話呢，咁其實你就唔太需要擔心嗰啲問題嘅。咁嗰啲問題係幾時先需要用到呢？即係幾時先會需要透過宏觀經濟去判斷一啲嘢呢？就係譬如講緊你而家完全1蚊都冇投入市場，你想知道幾時有隻熊市度大手買入嘅話呢，咁你的確需要觀察宏觀經濟嘅。又或者話如果你而家呢本身買咗一啲好高估值嘅一啲科技股，佢升咗10倍，咁你的確係需要用宏觀經濟去判斷到底應唔應該清倉或者減倉嘅。咁但係呢，喺絕大部分嘅一啲長線投資入面呢，其實你並唔太需要在意呢宏觀經濟講啲乜，因為個原因就係呢，你只需要明白你付出嘅價錢呢係低過佢未來創造到嘅價值呢，咁你就有99% 可以賺到非常之多錢。咁當然啦，可能剩翻最後一個風險就係，如果你做一個左側交易或者長線投資嘅話呢，你有機會會面對唯一一個令你輸錢嘅情況嘅。咁嗰個情況就係講緊你對間公司嘅基本面完全判斷失敗，就係本身你會認為呢，你而家100蚊第時會收翻200蚊、300蚊嘅自由現金流，即係你可能你講緊你會覺得間公司當下賣100蚊，而佢第時可以創造咗300蚊嘅自由現金流好抵。咁但係你可能會錯判咗呢，其實間公司係未來呢，可能佢係萎縮得好快啦，好快執笠啦，然之後佢賺唔翻嗰個錢啦，於是乎呢，你一世呢都唔會見到佢可以呢重新個股價收復翻升翻去2-3倍嘅水準嘅。而呢個呢亦都係點解呢，又係會有好多人唔適合做呢件事嘅原因。因為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對一間公司嘅基本面拿捏得唔好，你對一間公司嘅價值判斷得唔精準嘅話呢，大部分情況都錯嘅話呢，咁你就算不斷持續去催眠自己做長線投資都好呢，其實最後都係會輸晒啲錢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呢，我認為呢一個係十分之困難嘅一樣嘢。咁講咗咁多都好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非常之皮毛嘅嘢啦。咁如果你話你真係想了解得更多嘅話呢，深入理解咩長線投資，點樣做長線投資嘅話呢，你都可以睇下阿 Sam 影片欄嗰度寫嘅嗰本書，咁就係專為新手而設嘅一本長線投資指南。我認為入面呢應該可以幫到你去解決好多呢有關點樣做好長線投資嘅一啲疑慮，亦都可以令到你長線得到一個非常之可觀嘅回報嘅。咁希望今日講嘅可以令到你理解點樣可以做好長線投資，咩係左
邏輯交易，點樣可以真真正正係長線無視一切嘅雜訊，得到一個可觀嘅回報。咁我哋下次再讀財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